随着数位时代来临，现在囡仔特别写字的机会愈来愈少，相对较无耐性。嘛，互当年推广硬笔书法的柯基成老师更加全力以赴。不管是小班教学、四月演讲，还是每一档举办比赛，拢以卖力付出，嘛得到这学生的回馈。虽然现在3C 产品很发达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根本，我们的中国字，还有我们的书法，可以透过这个很简单的用硬笔字来写，就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字。真的这样子一笔一笔的写，发现对文字真的就像徐老师讲的，它是每一个文字它是会有温度的，然后透过这个写，会让我们去读古时后人的那些文章。多年来教学经验，柯基成嘛出版为硬笔基础拍底教科册，甚至成为12年一贯课程的辅助教材。伊强调写字就是练心，用安静的心写一首有温度的好字。真的感受到说，坐下来、静下来去做一件事，这是在整个将来，不管你要成就什么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所以我会全力以赴，甚至说在这几年，真的会不遗余力的推动要带给每一个人喜欢甚至不喜欢的人，我们都能够进入这个领域那它其实不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，它是一个很基础的领域。写字练心，写一手有温度的好字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写硬笔书法用一般的圆珠笔、钢珠笔地当，重点是要掌握结果，写家己意爱。伊相信3个月训练地当写好，变成一份自信加幸福的书，一生受用。观察你的第一次写的时候是观察长短、观察粗细、观察那个位置，你就发现写着这8次之后，这个文字再来就是把它背下来了，就叫背帖。所以要把一个文字写好不难，而且我们常用文字才2500个到3500个文字呢。假设每一个文字让你写8次，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。那你1年内，甚至不用1年，我们讲的3个月，我常讲3个月就可以让你焕然一新了。暑假期间，柯基成嘛陆续开班授课，你有偌久无特别写字啊？邀请你离开手机做伙来体验写字的趣味。写一手有温度的好字。台湾新闻军籍采访报道。